228事件受难者汤德忠故居，伫去年经过公民募资行动，成功保留落来。协会选定伫3月13日正义甲勇气纪念日即天，将开放汤德忠纪念馆，互民众参观。馆内会当看到汤德忠的办公桌啊、屏风、相关的历史文物、相片以及纪录片等。纪念馆在这个3月13号这个汤德章纪念日的时候开馆哦。那这个馆主要有1、2楼，这是原来汤德章的故居跟事务所。那1楼的部分呢，主要有几个主要是以汤德章先的资料为主。那1楼一进来的地方，其实就是他的原来的事务所，律师事务所。那里面有2个比较重要物件，一个是汤德章先生原来事务所里面的屏风。那另外一个是汤德章原来使用的办公桌，那我们把2个东西搬回来，他们捐回来以后，我们放在这个故居里面哦。那里面介绍大概就是汤德章先生的从他这个生平，然后成长、读书到警察还有律师的过程，那一直到228事件受难。除了汤德忠律师的生平，第2楼还有另外一位白色恐怖受难者张大邦的受难记录。这个房子里面曾经还有过另外一个屋主，叫做张大邦先生，他是1950年的时候因为白色恐怖被判刑10年。那他也曾经小时候也是住在这个地方，而且在汤德章之前就住在这个地方哦。那我们就把他的资料重新放回来，那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房子其实还住了另外一段历史，是跟白色恐怖有关。那剩下的部分大概就是针对228事件白色恐怖的背景做一个说明。纪念馆的开放时间固定伫咧每礼拜3到礼拜，并会无定期举办讲座活动。协会欢迎社会各界踊跃参观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